在下庞统见过曹丞相。凤雏先生。先生，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，还派人四处打听你的行踪，没想到你竟然主动来到我的营中。丞相，我性喜自由，爱好游山玩水，所以行踪飘忽不定，令丞相遍寻不遇，实在愧疚啊！哎，快别这么说，没把你找到，我只是担心你是去了孙权，亦或是刘备的帐下任事，那岂不是我莫大的损失啊？丞相，荆州刘表在世之时，便几次请我出山，我都没有答应。有道是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啊。我其实是在等丞相的到来呀！啊！好，我若得先生相助，荡平江东，指日可待。哎，怎好让先生站着说话呢？里面请。啊，请来。这庞士元去见曹操，到底何意啊？公瑾为了对付曹操，在兴师动众之前，还煞费苦心的连番布局。而士元此次进曹营，就是把自己当做一根针和一条线，穿起公瑾的连番布局，形成一张天罗地网，造成曹军溃败，一场浩劫。今日开炉炼丹，恭请太上老君护佑。我这道士的扮相如何？仙气十足。道长，赵大人到了。哎呀，你不是白眉，你谁呀？哼，我是白眉的师兄。那白眉呢？祖师爷灵柩老道说白眉道行不够深，找他回仙山修行去了。这么突然？可我跟白眉约好了，今天跟我开炉取一丹的。我来也是一样的。你行吗？丹要炼成，需配合及时。你若是蹉跎，我可就不负责任了。那好，劳烦道长，劳烦道长。随你们用什么办法，务必要将那笔库银弄到手。说实话，贵阳我们迟早要拿下，只是这笔军资我现在就要用。若是你不去，万一牛姑娘他们这一次得手了，那我们岂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？到时候你怎么跟军师交代？恭喜赵大人，你现在可以开炉取丹了。道长，我这是怎么回事儿啊？我早就跟您说过了，我白眉师弟的道行还不够，失败是经常有的。我给了白眉那么多银子，让他帮我炼丹，他道行不够，把我扎成这个样了。所以祖师爷把他叫了回去，改派我来。派你来，再扎我一回。非也。你若真想长生不老，根本无需炼丹。我只需给你设坛做法，保证你活得比乌龟还命长。又想骗我钱是吧？没有，
这一次不要你家银子，就当是我替白眉师弟弥补过失好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你快替我做法吧。这里做法事可不行，得找一个充满祥瑞之气的地方。祥瑞之气？这哪儿有祥瑞之气呀？祥瑞之气确实很难具体形容。简单来说，只要是珠光宝气的地方，就充满了祥瑞之气。比方，装着金银财宝的宝库。宝库？越珠光宝气就越祥瑞，你懂的。真的不花我钱？不花你钱。那好，那我知道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不带外人去的。如果你们要去的话，得蒙上眼睛去，蒙上眼睛回。哎呀，大人可真是麻烦。不过为了大人长命百岁，事不宜迟，以免错过吉时，请大人带路吧。那跟我来吧。去，快去！去通知兄弟们远远跟着，准备搬银子。还有，一到地点，明白了？这两个把我当外人了，该不会是想甩了我独吞？哎呀，子龙不肯来，我独木难撑，万一给算计了。柳胜，快跟上！哎，来了！嘟嘟，怎么样？嘟嘟，哎呀，到了！哎呀，果然是祥瑞之地，不过没有见到珠光宝气啊。这个财宝啊，就藏在里面。但是你做法事就不用进去了，必须啊！哎，不用，这里可以的。不过这道石门最好能够开着。让珠光宝气流泻而出，效果会更好一点。哎，那好，转过去，都转过去。让你看看什么叫珠光宝气。珠光宝气。这个老小子果然好骗。
你打我干什么？你们俩打我干什么？进去。行动！严城这小子还挺机灵。啊！哇，这么多啊！哇！有了！快打开！快打开！哇！好在赵子龙不来，这批财宝运回西凉，我不好买10万匹马还有余。干活！小子，已经都搬完了，我们快走吧。你先去，带领兄弟们改走另一条路下山，免得碍眼。那你呢？我很快跟上你，我们在指定地点汇合。啊，好。我的乖乖，这金元宝少说又有200两重，不拿可惜了。马青，回来！我中机关了，马青！严城，快醒醒！怎么了？刚才他们俩偷袭我，准备独吞。哎呀，牛玉啊，你还敢跟我玩硬碰硬？你现在出不来了吧？赵子龙，你不是不来了吗？牛姑娘，东西在哪儿？我干嘛跟你说？你现在还嘴硬？哎，我说你这娘们儿，你说你跟我讲那么多江湖道义，原来你都是心怀不轨啊！牛姑娘，这笔财宝对于我家主公来说非常的重要，我必须要完成我的使命，运到江夏。如果你闹的话，也该闹够了，麻烦你还给我。先到先得，钱我已经派人运走了，你一个子儿都拿不到。你，牛姑娘，我承认，从我们相识以来，我对你没有什么好感，但我也不想树敌，希望你三思。你看看你现在都什么样了，你应该求我们才对。哎，一会儿赵范醒了，要看见财宝被夺了，他不扒了你的皮？我不受威胁，你要见死不救，本姑娘其实倒也无所谓。诚如方才赵将军所言，我闹也闹够了，玩也玩过瘾了，关在这里我挺开心的。好啊，子龙，要不然让他把财宝的下落交代了，要不然就把他关在这儿。好，那既然牛姑娘这么说了，我就不求你了。喂，你真打算把我丢着不管？哎，不仁不义！哎，子龙，你傻呀！别人不义，不代表我将不仁。更何况我早就说过，这件事和牛姑娘无关。你，我，等一下，赵子龙，我都把你害成这样了，你居然还愿意无条件的救我？你这样做让我很不知所措。哼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闭嘴，没有跟你说话。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个女子叫夏侯青衣，对吗？
提青衣干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刚才那一刹那，我终于明白夏侯姑娘为何如此深爱你，也因为她对你的深爱，所以你对她也难以忘怀。你是个真正的好人，所以刚刚我在想，我不止有幸能和她长得相似，说不定我会和她一样爱上你。你有病吧？哦，对，我觉得我快生病了，因为我即将和你分开了。妙姑娘，请你好自为之。别劝我不爱，事实上我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考察你。这一吻呢，就当做你刚才救我的谢礼。还有，那10来箱金银财宝，你们2个人4只手怎么扛？所以我会派下人原封不动的送往江夏。我们会再见面的。哈哈。世间人都说，卧龙凤雏，得一人可安天下。今有凤雏先生为我献大计破东吴，真乃天助我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先生，我敬你一杯。丞相，素闻丞相礼贤下士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，蒙丞相厚爱，庞统不胜感激啊！丞相，水军已依照您的指示，把所有战船以铁索相连。如今扯起风帆，乘风破浪，一直非常平稳。而且将士们在船上奔走跳跃，使枪弄刀，犹如平地一般。好，凤雏先生，待我收复江南之日，我定奏请天子，保先生位列3公。啊，托丞相的鸿福。啊，对了，丞相，游说江东一事，我觉得事不宜迟。那在下不如就先告辞了。就有劳先生费心，但是千万记得早去早回，我可以随时向先生请教。一定一定，丞相，那在下告辞了。来人，宋先生。我自起兵以来，平贼寇，灭群雄，惩奸除恶，是愿扫清四海，削平天下。也只有东吴还未得逞，今率100万雄兵，又有诸军辅佐，还除他东吴不破，大功不成吗？原来如此，走海河，我等期待当上福音。诸君与我共饮此杯。大耳贼刘备，倚仗初出茅庐、乳臭未干的诸葛小郎，竟想以蝼蚁之力撼动泰山，愚蠢，简直愚不可及！我持此说，破贼寇，擒吕布，灭袁术，败袁绍，深入塞北，直抵辽东，纵横四海，所向披靡，颇不负大丈夫之志。上有皓月当空，下有江波荡漾，此时此景，甚有慷慨。我当作歌，尔等贺之。好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开当以慷，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，
沉吟至今。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，明明如月，何时可捉？月从中来，不可断。月末渡前，往用相存。体阔贪宴，心念旧恩。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？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几日不见，想不到公瑾病了。诸葛先生来了。哎，公瑾，你身负东吴的命运，你千万不能倒下啊！人有旦夕祸福，谁也保不准。是啊，天有不测风云，谁又能预料到呢？公瑾心中烦闷，需要通气，气通了，病自然就好了。先生说的极是，但是军医来看过了，都说没有用。公瑾，我倒是有一个药方，不知道能否让你顺气舒心呢？是什么药方，这么好用？哎，都督，这就是你的病源吧？孔明，你是什么灵丹妙方啊？来，我看看。欲破曹公，一用火攻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先生果然聪明，说到我心里去了。都督欲用火攻，必借助风势，可此季节多为西北风，而曹军地处西北，恐怕这火烧不到曹军，便会害了我们自己。我也正是因为此事烦闷，才一病不起。都督，要不我为你借个东南风？你说什么？都督只需在南屏山建一座7星祭坛供我做法，我便可为都督借来3天3夜的东南风，够不够用？何须3天3夜？只需1晚就够。那好，都督速去筑坛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了。哎，都督，你好好休息，别动啊！子敬，这事由你来办，一切按照先生的吩咐去办，不得有误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我马上去准备，保证误不了事。好，待一切妥当，都督唤我便是。告辞。子敬，你说这样的人能留吗？此人连呼风唤雨都会，只怕我们加害不了他呀。子敬啊，你不必在此。无妨无妨，我在这里陪着你。你有什么需要啊？我也能帮得上忙。你是不是也想偷学我这呼风唤雨、阴阳之术啊？哎，你这话岂不是在挤兑我呢吗？我卢子敬哪有这种能耐啊？你在我旁边会影响我做法。万一换不来这东风，
我们如何向都督交代？这行了，你快去帮周公瑾调度兵马吧。哎呀，起风了！哎呀，起风了！起风了！都督，起风了！东南风，果然是东南风啊！哎呀，罗素啊，立刻传令众将，朝敌军进军，登船起锚，准备迎接胜利。孔明真是神人，真是神人呐！未命令丁奉、徐盛各带100人马去了南屏山，到那抓住诸葛亮，立刻斩首，拿着他的人头回来见你。都督，你这是？诸葛亮由此运转造化、驱神弄鬼的力量，实在太可怕了。此人不除，日后必定会害我京东。建安13年，公元208年冬，东吴大都督周瑜采纳部将黄盖所见火攻之计，并令黄盖致书曹操，假意投降。曹操求胜心切，一时中计。于是，黄盖选取蒙冲斗舰10艘，装上干底和枯柴，在里面浇上油，外面裹上帷幕。当时东南风正急，黄盖择时率10艘蒙冲斗舰乘风驶入曹军水寨中，大肆纵风。曹军船阵被烧，火势迅速延及岸上营寨。
孙刘联军5万余人乘势出击，曹操20余万大军被杀得大败，死伤过半。子龙，军师接回来了。军师，辛苦了。辛苦倒是不怕，就怕那周瑜度量狭小，存心加害。对了，我方才完成贵阳的任务，刚回到江夏，便得知军师托人捎信，命子龙在此恭候。哦，这么说，贵阳的银钱到手了？10万两白银，2万两黄金，都已经进了咱们的仓库。好极了。我就知道子龙定不辱使命。好，军师，请登船，回城，回城。什么？诸葛亮跑了？那诸葛亮早已计算好今日之举，故早令赵子龙前来接应。那赵子龙好生厉害，一箭就把我的船篷索射断。实在追他不上。他竟然连退路都想好了，此人如此足智多谋，真令我寝食难安。孔明临去，还不忘请都督好好用兵。别忘了，此刻你要面对的敌人正是曹操啊！主公，这饭菜可合您胃口？好极了，难怪军师尝完之后念念不忘啊！子龙，你一直带着刘慎，立功无数，身先士卒，我都没好好谢过你。啊，主公不必言谢，这都是子龙应该做的。来，干了这杯。只可惜，这次放走了曹操，让他落虎归山了。其实我那二弟最讲情义，早先我也担心他有可能会放过曹操。军师，想必你也料想到了，可为什么偏偏会派我的二弟去呢？这华容道只能关羽去守。我夜观天象，发现曹操此战虽会溃败，但命不该绝。既然曹操死不了，那这个人情还不如关羽去还。哦，原来军师早就为我的二弟设想了。军师想得果然周到，如此一来，云长兄便没有了任何的牵挂，哪怕见到曹操，也不会有任何的顾虑。赤壁一战，曹操虽然逃出升天，但已经是元气大伤。但不知道接下来周瑜他会怎么做。周瑜大胜，必会渡江乘胜追击，荆襄所属之郡，他一定会志在必得。先说荆南4郡，地处优越，资源丰富，主公难道不想也取得吗？知我者军师也。军师，难道这周瑜不会抢得先机吗？主公别忘了，东吴有周瑜，可我们也有子龙啊。把他们都给我压好，不许乱动。
什么事啊？这么长，把他抓起来！过来！你们干什么啊？坐下！等下！你们要干什么呀？你只需按我的意思，写2道退兵令，我便饶你不死。不是，你是谁啊？常山赵子龙。啊！赵子龙！我奉大汉刘皇叔之命，接掌南郡。说，兵符在哪？兵符在我身上呢。拿！给！让他写，快写！写！写！我写！快点儿！找2匹快马，假冒曹兵，送到金乡。好，知道了。大侠啊！鞠躬！我乃常山赵子龙，奉军师的将令，已夺取了南郡，实在可恨。赵子龙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！众将听令，全力攻城！我已手下留情了，奉劝都督，莫做无谓的牺牲，还是赶紧回东吴吧。诸葛村夫，趁我出城，城池请杀我也！都督！实在可恨！我军浴血奋战，打败曹军，废钱粮，损兵马。刘备却坐享其成，趁机占据了南郡，真当我江东无人了吗？都督，这南郡有赵子龙把守，攻取不易啊。以我之见，咱们可以趁曹兵新败黎族未稳，先夺取荆州和襄阳，然后再挥师南郡，不可因小失大呀。此境言之有理。那就待我攻占荆襄，再做计较。报！禀报都督，荆州和襄阳已被张飞和关羽拿下。啊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们兵力如此单薄，怎么可能轻易攻占荆襄？他们利用曹军援助南郡之际，不费一兵一卒便赚取了城池。哎呀，这想必又是孔明的计策呀！诸葛村夫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我想，这刘玄德有孔明为母，又有关张、赵云等猛将，此刻气势正猛。再加上主公领兵为合肥，久攻不下，不如我们先回师去增援主公，方为长久之计呀。此番又让诸葛亮的奸计得逞，
我倒要看看，接下来他还能耍出什么花样。居士，如今我们已经得下荆襄和南郡，下一步该作何打算？荆襄乃四面受敌之地，不可久守，可叫公子刘琦坐镇，安定民心。接下来就该收荆南4郡了。那好，请居士立即分派。主公可亲自取零陵，翼德取武陵，长沙交给云长。至于子龙，就由他负责贵阳这个熟悉的老地方。谨慎从事，你我带一小队入城，让大队兵士驻扎城外。下官贵阳太守赵范，见过子龙将军。你肯主动的归降，让百姓和军民免受兵灾之苦，称得上是明智之举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玄德公恩德布于海内，又是汉室宗亲大汉正统，能够归顺玄德公，是我的荣幸，荣幸。此乃贵阳城宴寿，请将军笑纳。好，那我代我主公收下了。哦，是，将军请走吧。各位乡亲父老，大家过来一下，有事情要告诉你们。乡亲们，赵云将军是奉刘皇叔之命前来收管贵阳的，大家不必惊慌，以后的生活还如以前一样。我相信，在刘皇叔的管理下，大家的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的。大伙各忙各的吧。好，走走。怎么是你？什么孩子？年成，太有意思了啊！我们走吧。子龙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跟锅底一样。这场合我待不惯。哼！进城的时候我就在想，会不会因为咱们重返贵阳，你会偶尔想起牛玉姑娘？你是不是又吃撑了？我看我还是走吧。哎，你别急呀，这个贵阳城，我们可以说是轻松的一举拿下，再加上赵范配合着满城文武宣誓效忠，你要为主公压阵。将军的丰功伟绩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在我心中
那是倒背如流，如历历在目。这真定保卫战，盘河战文丑，博望烧夏侯，当阳救少主。若蒙将军不弃，我愿效法刘关张桃园三结义，与将军结为兄弟。我虽然长得老成，貌似比将军还大了几岁，但是在我心中，将军永远是我的好大哥。哎，赵大人不必如此。如果你有心臣服于主公刘备，那我赵云就是你的同僚。将军这是答应了，将军答应了。将军，不，大哥，大哥在上，请受小弟一拜。这话你都能说出口，你这人脸皮也太厚了吧？哎呦，来！小女子可有幸为将军把盏？你，我们在哪儿见过？将军记性真好，今日我们在街上还见过呢。将军还救过我的性命。哎呀，一日见2次，缘分呐，缘分。哎，错了，白天救人的那个人是我。哎呀，柳兄弟，这有你什么事？我喝酒。来，就坐将军身边啊，好生伺候着。哎呀，柳兄弟呀，柳兄弟，我们去那边坐啊，大哥陪你好好喝上2杯。干嘛呀？我走，去，把我酒拿过来。来，哎，走，不要打扰人家嘛。来。将军，我敬你。来，柳兄弟，上。将军好酒量，来，再来一杯。来，将军，请。不喝了。来嘛，将军。不喝了。我喂你，将军。来，请这位姑娘退下。你们也都下去吧。诺。大哥对小弟的安排不甚满意。方才那位姑娘，她是谁？她是王兄的寡妻，樊氏。那怎么好？让她过来把盏伺候。大哥，请坐下，请坐下。且听小弟慢慢给你道来。哎呀，我这兄长啊，亡故已有3载，可我这嫂子呢，年纪尚轻，样貌又好，终日在家寡居，实在是可惜。所以我呢，就时常劝她改嫁。可是她说啊，非得满足她3个条件，要不然她就不嫁。什么条件？这第一呀，是文武双全，天下闻名。这第2呢，要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。这第3啊，要姓赵，和家兄同姓。你说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这3大条件，大哥你全都符合呀。所以啊，我在想，不如撮合这种好事。大哥你终日征战在外，身边不能没有一个人照顾，是不是？只要你不嫌弃，随时可以把。哎呀！
哎，夫君啊！赵子龙，你敢打我的？我有事吧，夫君？啊！住口！赵范，你央求我与我结拜，若我真的做了你的兄弟，你的兄嫂就等于我的兄嫂，我赵云顶天立地，且会中了你的奸计，做出此等占嫂为妻、乱伦之事。赵子龙，你别不识抬举！回营寨，贵阳城已经归顺，这是咱的地盘。曾干嘛要回营寨？你有没有察觉到有些不对的地方？这贵阳城内，包括赵范的府里，连一个兵士都看不到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赵范可能使诈，或许藏了伏兵？有这种可能。这有什么？当年在长坂坡的时候，你单枪匹马在几十万大军中杀了7进7出。现在贵阳城加起来不过1000余兵，即便咱们城里人少，赵范他也丝毫奈何不了咱们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既然我们已经向百姓公开，贵阳郡归属于皇叔了，我们就一定不能再动刀兵。如果造成百姓疑虑的话，民心不稳。子龙，要不我立刻返回去，直接把赵范砍了，或者把他蒙了。哎，胡闹！现在情况还不明确，赵范到底有何居心？这贵阳城内是否还有心系曹操的人伺机而动？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。我刚才也说了，切勿轻易再动刀兵，记得吗？说好了衰卑为号，乱箭齐发的，主公为何迟迟不发号令，任由赵子龙那小子安然离去啊？想当初，曹丞相数万精兵强将尚且拿不住赵子龙，如今咱们这点人，只能等他喝醉之后才能动手。可这赵子龙，既不中美人计，又不肯喝酒，你让我有什么办法？这正因为赵子龙难杀，所以才是曹丞相极为头疼的人。咱们一旦拎着他的人头去见曹丞相的封赏，可是黄金千两，高官厚禄啊！杀，必须得杀，一定得把赵子龙给杀了。不过，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，究竟该怎么杀？什么？你要诈降？哎呦，你之前跟赵子龙有那么多仇怨，这小子怎么能相信你呀？赵子龙他当然不会相信我，不过他刘备的军队口口声声说自己为仁义之士，整天愚弄百姓，装腔作势，所以我带着500兵士去投奔他，他总不能立刻就把我杀了吧？也是啊，只要他不杀我，子龙，这就是仁义之师的待客之道吗？严城，把剑放下。赵范明天想趁你率大军进城之机，突放冷箭。如果一击即中便罢，如果不然，将拽起吊桥紧闭城门，而后用强弩硬弓，乱箭齐发。这还不算完，之后他们会用滚油、泪木把你围困于瓮城之中，而后举火焚烧。耿纯，你一个坏事做尽的人，今天怎么突然转行了？你们不要用仇恨的目光望着我，你们静下心来想一想，你们的人或者是被高泽所杀，或者是被夏侯杰派人杀的。我耿纯可从来没有沾过你们的血，相反，我耿纯还为你们做了一些善事。你别恬不知耻了，你还能为我们做善事？我家小姐的贴身丫鬟石燕，你还记得吧？她怎么了？
死了，被高泽杀死在曹军大营之外。高泽他真不是人。高泽的狠毒还不止如此，他杀了石印之后，任由他抛尸荒野，还是我耿纯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把他安葬的。而且我安葬的不止石印，在常山镇定，你们的师叔李全。耿纯，要是再胡说的话，信不信我一剑劈了你？我爹在哪儿？我爹到底在哪儿？你快说呀！师叔在山里隐居，莫非你派人跟踪过他？啊，你爹躲在山里的时候，高泽几次带兵搜寻，有一次还是我故意弄出声响，帮他逃脱的。你会有这么好心吗？当年我跟你们为敌，那是各为其主，而且我们在常山郡有利害冲突。你们走了以后，只剩下李全一个人，我何必还要为难一个受伤的老头呢？而且那些破破烂烂的兵书，我才不喜欢，也就高泽把它当成宝贝。耿纯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你非但不是坏人，反倒是个圣人，是吗？哼。还是那句话，你们的人，我耿纯不管是谁，无论是柳晴儿、周怀忠，还是赵十妹，他们的血我丝毫没有沾过，所以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仇恨，这也是我敢过来投奔的原因。耿纯，就算你没有杀过我们的人，但你的罪行依旧历历在目。从我个人心底而言，对你恨之入骨。但我们主公有海纳百川之胸怀，为了我们家主公基业，我现在不杀你，希望你进入我军帐下之后，一切好自为之。子龙哥，子龙，这个人万万不能留。不要说了，来人！赵将军，给新来的500将士安排住处。诺。哎呀，夫人呐，这笔买卖做得值啊！只要杀了常山赵子龙，曹丞相答应我，赏金1000两，还有10亿800户，发达啦，发达啦！相公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快来快来，嗯，亲一个。诺。哇，哎。我自己进去，你们在这守着。诺。
耿纯，你实在是太自不量力了，偏偏想干这些玩弄心智的事情。你这种小伎俩，能瞒得过子龙吗？你和高泽两个人为虎作伥，恶贯满盈，前伐你甩兵来投，我是不能杀你。现在你原形毕露了吧？子龙，就别跟他废话了，留他一刻都是祸害。住手！快告诉我，我爹到底在哪儿？飞燕，你别管我，我在跟他说话呢。算了，飞燕早晚也会知道。快告诉我！你爹早死了。他先是被高泽劈倒，然后被我捅死的。你爹骨头真硬，我捅了10几刀才把他捅死，那捅的可真叫痛快。能死在美人手里，我死也值了。